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星期六下晝，帶大家行一行尖沙咀香港漫畫星光大道。上咗樓梯轉左就見到㗎喇。時間係下晝5點零鐘，冇乜人流，成條星光大道好好行，你可以慢慢仔細咁睇。我係睇漫畫長大嘅，星光大道裏邊所有人物，我8、9成都熟悉。能夠可以將漫畫人物裏邊將佢立體化呈現眼前，係開心嘅。每一個漫畫人物仲有一個作者嘅掌印，好親切。據說星光大道第4期翻新之後，最新嘅漫畫家超過100個。仔細介紹一下啲人物啦。啲雕像有啲上色係 OK 嘅，但係有啲部分嘅陰影呢就好怪。我覺得喺個監修功夫裏邊，各方面嘅合作有再進步嘅空間。好似呢個黃小虎，呢啲就係我講嗰啲怪陰影位啊。呢個海虎都係，老夫子亦都係。我寧願去正式。呢啲正式咪唔會出事咯。其實整體嚟講，各漫畫人物個姿勢啊、比例啊係 OK 嘅，不過唯獨係佢啲雕工係真係做唔到漫畫嗰個感覺，出唔到個神髓。我睇開漫畫就會好熟悉，但係你試下問下啲年青一代，可能佢哋一個都噏唔出。好似成個星光大道都係為啲資深漫畫迷而設。漫畫同音樂啊、電影啊、電視啊，都係翻唔到以前嘅高峰。要數佢嘅原因，我諗要開多幾集都未講完，喺度唔詳細講下。佢展示出嚟嘅漫畫角色嚟自不同年代，80後又有，90後又有，2000後都有。呢個龍神而家仲有出版。香港漫畫星光大道翻新工程最後，而家已經超過100位漫畫家，已經全部角色重新上色。漫畫場亦都翻新咗，加入咗 AR 元素，你可以 scan QR code 同各大漫畫人物影相。香港漫畫喺80、90年代曾經風靡亞洲，有個光輝嘅年代。而家年代唔同咗，受歡迎程度都大減咗啦。記唔記得自己睇最後一套香港漫畫係邊本呢？同埋你又覺得香港漫畫仲有冇未來啊？不妨留言話俾我聽。今集暫時講到咁多，下集再見，多謝支持。請大家記住讚好、分享、訂閱，多謝支持。